南瓜田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推出着活动生活节、心活节，有3大主题，礼拜6、礼拜轮流来举办，每礼拜的活动拢真精彩。 西拉雅心活节系个活动，伫6月11开始登场。今年总共有3大主题。这礼拜头一场是心活表乐节，总共6组无同音乐类型的乐团来表演。那包括有像米先生跟先知玛丽等等，非常多的年轻朋友喜爱的这些金曲奖的歌手。 所落来第2礼拜主题是心活同乐会，邀请电视有名阿兄阿姊，各有剧团来现场，和小朋友做回耍，嘛欢迎家长带囡仔来西拉雅佚佗。另外，我们也邀请了在地的西拉雅的观光圈的业者来，组成了非常多的这个文创市集啊，跟这个胖卡餐车。 西拉雅国家风景区伫西拉雅心活节，逐礼拜拢有精彩活动，互民众会当来遮佚佗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